根据统计，台湾西药剂的人数超过9万人，排伫咧世界头名。真正捌伫咧西药剂中心服务18年的护理师吴培芬，就和药师蔡家起合作，做伙研发一套药剂病防治的刀仔衣，也四个去办体验活动，希望要互民众拿酸刀仔衣，也认捌到顾药剂的重要性。 民众领导啊决定行几步，每一个关卡拢有药剂保健的相关知识。这是护理师吴佩芬参药师蔡家琪合作，做伙研发设计药剂病防治的刀仔衣，希望民众透过游戏了解安怎预防药剂病。 伫咧佚佗内底，因为一直重复，所以你的印象会较深，就会自然记起来。我感觉这个作业足趣味的，会当互更较侪人熟悉药剂的功能，啊，搁有要安怎保护药剂，互身体更较健康。 刀仔衣设计者吴佩芬进前捌伫西药剂中心服务18年，伊表示，因为药剂病初期无明显的症头，袂少人因为无注意去拖到治疗的黄金时间。伊希望利用刀仔衣的方式来推广宣导药剂保健的重要。看做侪患者，因为这西药剂受到足辛苦的，比如讲因食食方面啊，搁爱忍受一礼拜爱有3届注射。过程中，我咧想讲，我会使做啥物工，做一寡啥物代志来帮助因安尼。耍游戏的过程中，较袂记安尼，所以伊就会当分享着互伊的厝内底的人啊，也是甲因提起讲啊，其实爱做啥物才会当保护药剂。吴佩芬甲蔡家琪去年10月开始推广药剂病防治的刀仔衣，目前已经办过10多场的体验活动，未来也按算培养师资，开发线顶版本，希望互更较侪人知影安怎保护药剂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